网络讲的 Y3K 长时行，请问 Y3K 讲的是什么意思？哦，Y3K， 我这边哦是对未来社会的想法啦。哦，嘿，Y3K 就是西元3000年。西元3000年咧，我唔知过伫也无伫，我嘛唔知影。是，不过我会去想讲西元3000年的时阵，咱人类会生做什么款，咱会食什么物件，会穿什么衫，所以讲是我的想法啦。是，所以我的答案是对未来社会的想法。嘿，啊我吼。真简单啊，Y3K 我咧想，即马少年人凡说伊用无共款的讲法，所以就是盐水鸡啦。Y 就是盐嘛，3就是水嘛，啊鸡就是 K 嘛，Y3K 盐水鸡，所以咱这个题目，咱拄啊讲的时阵，有想讲，即马少年人会讲的哦，会记哩哦，少年人会讲的哦，到底是我对未来社会的想法，啊是我这盐水鸡的讲法咧。嘿，来，咱两队请选择，必须阿雄演一遍。有，真正有影拢少年人。哎呦，阿吉啦，我拄仔撞伫一个路边摊，敢若有看到，我伫旁边搭坐车起来，我拄仔看一个盐水鸡咧卖，啊Y3K 我唔知什么意思，啊我就感觉应该是这意思。哇，对档啊，对档。对，真好真好。好，啊那阮查某囡仔这边咧，我较枵啦，我都有咧啊。嘿啦，听迄。听迄名词就感觉是，是，你捌听过查某囡仔，恁查某囝18嘛？哦，伫网络顶面拢会看 Y3K， 捌听伊讲过。Y2K。Y2K。西元2000。西元2000。对。3000。无。好来，咱8岁妈妈。嘿，咱8岁查某囡仔妈妈。因为我想哦，即摆囡仔应该对未来社会无想较济啦。无想啊，都想即摆枵袂枵啦。枵要食啥啦？我是感觉讲，像阮细汉拢会写什么 LKK， 嘿，就是老扣扣啊。水啦，对。阿咪讲，咱若是真正是 Y3K 哦，你就通去泰国买一个。买一个哟，咱的盐水鸡较是好食。是，我出国咧，你这边的呢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歹势哦，咱两队4组的观众的答案拢唔对。这个哦 Y3K 哦，其实就是咧讲西元3000年啦。这 K 伫英语内面就是 kilo 就1000的意思。是。哦，像咱讲 kilogram 就是1000公克，就1公斤啦。啊，另外英语讲 kilometer 恰规是 kilometer， 就是1000公尺，就1公里的意思。哦。啊，所以这是咧讲啥？讲像人讲，哦，伊的清查哦，看到超过咱即摆时代，敢若伫足以后的未来才有可能会安尼穿哦。因为即摆咱知影讲是一个 AI 的时代嘛，咱讲伊的清查哦。看到那像 Y3K 的迄种风格安尼，啊，所以就用这个来代表讲，伫未来对未来想象。咱两位拢定定出国去佚佗嘛，听讲好朋友嘛。嘿啊，不过恁会同齐出去佚佗无？同齐出去佚佗，食饭的啦，啊，国外啥？国外无，拢无袂。啊，恁两个10几年啊？真济啊！哇，几应该10几年啊！来去看风景啊！好，上个今咱要去倒位佚佗？是咱刷落来这影片吼，要甲你介绍的是咱南半球的自然的景观。哦，啊，你甲我讲一下，这景观是什么物件？3个字。哦，是南半球哦，吼，3个字的哦。南半球的自然景观，吼。嘿，来，咱请看。知影就今日世界上大片的啦。好来，喂，你试看卖啊？大波豆，大崩
东东丢丢啊，大波丢大坡丢大波丢，哦 W， 我是讲什么物件大无丢啊？好不要紧，你甲大声弹哦，老师听。来，老师，大坡丢丢中，老师安尼丢唔丢？哎，这是汉字哦，爱叫汉字讲的。啊，无讲英文嘛会使啦。哦，英文嘛会使，英文你知影无？缘投区的来，大波胶，大，你知影英文哪来念？唔知，唔知。对，你感觉是大波雕？大波胶，大胶波胶胶胶。胶，大波胶，你干嘛学我啊？胶好了，哦，伊是雕，啊伊是胶，胶大波胶，哎，大波胶。大波胶，嗯，来，老师大波胶对唔对？安尼嘛唔对。哎，太困难，太困难了。哦，应该叫字是大波搭。大波大，对，咱这字搭吼，就是搭客的搭啦。是哦，啊，咱台语的咧搭就是迄个伫水内面的石头。是。哦，啊，伊若退水若退的时，咱讲迄个退潮啦吼，咱讲做靠流水若靠的时啦，科花，嘿，流水靠的时吼，伊就会出现。啊，若水若起来吼，电流的时，若靠流伊就看不。靠流伊时看到，啊电流就看袂到，啊这咱叫做搭啦。是。所以海边有足侪会当讲搭，就讲搭石。搭石。啊所以这个概念做搭就对啦。啊因拢甲这个搭差上远啦。是。啊，所以虽然大埔听起来是会使，不过咧搭差上远，所以袂当算是正确的。搭 K 嘛。对啦。大堡礁嘛。大堡礁。礁溪搭 K。嘿。大 K，嘿，不要紧，若要讲。安尼就是算正吧啦，对啦，两个拢袂晓啊，因为嘛哈，即马分数拢共款哦，拢共款。第三组啊，即马分数有啦，有伫叮当，希望咱这边3000，咱通搁冲出来，加油！上无嘛搁摕3000，平手拢袂要紧啦，是，一路拄有看到无？我看到迄个熊内路，小内路，所以你就拎出来嘛。真好呢，米兰呐，米兰，我要去有进步呢。吼，差抓来的时阵，有影较无啥会晓讲，啊，即马有看。啊，阮翁就讲伊就搞就会晓讲，结果都袂晓讲。啊，即马嘛是同款，嘿，同款，伊比我搁较。伊妈妈讲，伊讲了无啊吼。哦，讲了无。啊，你表示你进步足多。5块拢讲5块。哎，不过囡仔即马有学无？有嘛是。伫学校拢有学。啊，伊转来问你无？会问你无？嘿，他说，食肉配鱼，食肉加鱼，食肉加鱼，加鱼安尼。诶，袂歹呢，对啊，对啊，巴肚枵，诶，互囡仔学这其实真好，嘿，有当时啊，若看到阿公阿嬷吼，小少问阿公阿嬷足欢喜。我就拜托阿公阿嬷一定爱甲伊讲台语。哦，对，啊，你再甲讲华语就好。伊就两边拢会使练着。安尼两边拢会打。嘛，不要台湾故意想按共款，啊，拢会晓学。嘛是真好。是，好，啊，那阮阿忠啊，你即马有较摕啊无？嘿，摕啊未？有啊吼。有啦有摕啊。有啊，摕啊就好啊啦。我拄看到你有3仙进变2仙。即马变2仙，啊后一个会喊啦，有机会你知影看我变1仙无？有啊有。有吼，啊你拄有看到迄个风景无？诶，我有看到。有，你有摇着？诶，无摇着。无摇着吼，不过即届你若是要讲好，今即届即地来看你安尼。好，甲拼落。拼落哦，好，来上个咱今日去倒佚佗。是，咱刷这影片哦，要带大家去看一个国家，这国家吼3个字哦。哦，国家3个字哦，国家哦。好，来请看。一个圣地嘛吼。啊，都喺五彩旗对吧？哦。是一路，是毋是一路？反正你有去过哦，嘿，是毋是？对无？我有去过，你有去过？3个字。你坡啊？英文嘛会使？你英文嘛会使？你坡？嘿，应该是吧？你嘛无确定的对吧？
来你念看麦，尼泊尔，尼泊尔，嗯，来来老师尼泊尔对不对？好，会当接受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你了3千咯！好，来咱继续甲先看落去哦。因为我有去，哦，真正就是圣地哦，水。对不？去爬山嘛，圣山哦，世界上悬的山。对，现在若要叫汉字，咱中文来翻的汉字哦，就是尼泊尔啦，尼泊尔，尼泊尔。尼泊尔，啊，不过伊讲的尼泊尔有接近啊啦吼，会当接受啦。谢谢。哎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耶！等一下，想欢喜啊！等一下。伤欢喜啊，伤欢喜啊！是讲要领钱啊啦。嘿啊，不要紧。你今麦个输啊哦，差多赢就个输。哎呀，加刺激哦！拼起来。嘿，差这4000。好，我要选恒春。恒春。恒春，好来，咱来看恒春的奖金有偌济？万五。好来，咱车出题。请问恒春，屏东恒春除了迄个风景水以外，伊的落山风嘛真强。滴饮了什么款的农作物，种甲生甲真好？是咱台湾哦8成的生产地咧，是蒜头还是苍头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这应该免想啊啦吼。哦，你捌去过？伊屏东的有啊，啊，我屏东哦，人。屏东，你屏东哎人呀啊。后来你是蒜头还是苍头？答案是蒜头。苍头。到底是什么头？苍头啦。苍头。苍头啦，嘿啦。好来，咱来看这个苍头对唔对？对。万五你三个黑白讲，真正嘞！好来奖金，恭喜你得万五咯！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哎，咱台湾哦，大部分的这个苍头哦，有人讲大苍头啦，有的讲大粒苍头，啊嘛会使简单讲苍头，主要拢生产伫屏东啦，所以拄则讲有8成啦。 8成。除了屏东以外，村的其他的所在，才有2成的这个苍头的生产呀，所以大部分拢伫遐，这是伊的三宝之一啦。加油加油，够万二的，够万够二的，万二的免烦恼。够万二美的。秀，明秀。明秀，明秀，明秀。吼明秀。好来，明秀的奖金有偌济？一千。不要紧，咱豆豆啊来。加减好谈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真侪人伫咧冥想的时阵，伊会点香。啊，咱定定咧讲的，一炷香就是半个时辰，啊，半个时辰就是即卖几分钟咧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半个时辰外星行，是偌久？4、3、2，哦。 15分，啊，30分，60分，哎，确定一个，你确定一个。好60分，嘿嘿。嘿，好，确定哦。 60分，来，咱来看下60分对唔对？来，奖金的卡给你你。丢1000了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安那算哦。是是是吼，来，老师。老师老师。讲有12个时辰啦。嘿，12个时辰。咱古早咧讲的讲煮酒引爆神之五味，心有出害，都要12个啦。啊，一工有几点钟？24点钟啊，12个时辰，所以一个时辰是2点钟。啊，半个时辰就是1点钟，就是60分钟。哦，安尼知安那算啊？好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，我拢替你紧紧起来。 15分、30分、60分、60分、30分，加注意。不要紧，分数豆豆起起来。对对对。